今日咧係4年一度嘅閏年，咁啊即係話咧2月咧有29號嘅。咁你話點解要有29號咧？俾1秒鐘你諗，冇錯啦，就係因為地球圍繞太陽轉咧係需要365又1/4日嘅，咁所以我哋1年唔計、2年唔計、3年唔計，第4年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加翻落去1日，所以今日就有2月29號啦。係咪個個都知咧？但係你又知唔知其實有啲2月係冇29號嘅咧？阿黃你呢句嘢都幾廢嘅喎！2017年、2018年咁咪唔會有2019年都唔會有呢一個2月有29日啦！你講咩啊？原來當地球圍繞住太陽運轉嘅時候咧，你每4年加日咧，其實你又加多咗嘅喎。咁有咩辦法咧？於是乎你就要每100年明係要到期加嘅時候，你都唔加，咁先至為之啱嘅。所以雖然理論上喺1900年、1800年同1700年咧嘅2月應該係有29日嘅，但係每100年嗱100咧係俾4除得盡噶嘛，所以頭先講嗰啲100年咧就唔會加翻呢個閏月落去啦。咁但係大家又會同我拗啦，如果你抄呢一個日曆嘅話，公元2000年，如果依照頭先我所講嘅16、17、18、19嘅話，應該2000年都冇閏年啦。但係嗰一年，我記得2月有29日嘅喎，咁點計先？嗱，點解咁講呢？原來當你每100年明明要閏嗰陣唔閏呢，你條數又唔啱嘅。有咩方法呢？就係每400年明明應該唔閏月嗰個月呢，我哋閏翻佢。所以公元2000年呢係有閏2月嘅，即係亦都有29日。換言之，我哋跟住落嚟嘅2100年呢，當時嘅2月應該係有閏月嘅，我哋係唔會閏。如此類推，2200、2300到2400嘅時候呢，我哋明明係應該冇閏月，我哋又要加翻落去啦。唔知你明唔明？唔明就翻轉頭睇咧。無論點都好，你記住啊，唔好以為逢4年嘅2月一定有29日，唔一定㗎。